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第80個賽日，6月14日星期六，沙田嘅私家3賽道，賽事係11場，開跑時間係16:00，上戰嘅貼士加提防入圍係17匹。路程分佈圖：1000米係第1場，1200米係第3同第8場，1200米嘅泥地係第4同第10場，1400米係第5、第7同埋第11場，1600米係第2場，1800米係第6同第9場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上次賽後報告嘅所有統計同埋參考資料。上戰嘅成績簡報：10倍以上嘅入圍冷馬，博覽區第3場跑第4名華美之威17倍，第4場跑第2名維港激流16倍，第4場跑第3名駿馬之星16倍，第6場跑第4名上拼上勇24倍，第7場跑第1名光輝所願14倍，第8場跑第2名仍然威風13倍。優勢指數入圍冷馬，第2場跑第3名快樂寶寶75倍，第3場跑第3名多利神區11倍，第8場跑第4名得意佳作22倍，第9場跑第4名海王寶10倍。
第一場新馬10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2號渾身解數，1號不勞而獲，標籤高基，4號馬達，標籤實力，10號華夏駿馬。第二場5班16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號聖德福，標籤實力，6號俊彩飛馳，3號爆熱，7號富裕君子，標籤古惑。第三場4班12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9號海南寶，標籤實力，7號轉得勝，4號有形量，2號金風萬里。第四場4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號天天灑落，標籤馬膽，11號標之多多，標籤高基，12號火神神諾，標籤高基，7號大利好運，標籤實力。第五場4班14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2號精算特殊，標籤高基，14號考眼光，標籤小心，10號長龍區，4號勁進區。第六場4班18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3號平海之星，標籤馬膽，7號幸運同行，標籤高基，13號客家之光，標籤小心，2號綠色巨人，標籤小心。第七場4班14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5號幸運旅程，標籤實力，4號安都，標籤小心，3號喵喵怪，1號哈羅威，標籤小心。第八場2班12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2號天天同樂，標籤高基，1號精算暴雪，標籤小心，8號龍之輝，標籤實力，3號氣勢，標籤小心。第九場3班18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8號春風萬里，標籤馬膽，5號天象龍區，標籤實力，6號奔放，標籤實力，2號安可。第10場3班1200米泥地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2號扶搖世勁，標籤馬膽，5號實力哥，標籤高基，11號勁先生，標籤高基，7號幸運星球，標籤小心。第11場3班1400米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5號標之星河，標籤馬膽，6號樂勝天下，標籤實力，2號銀亮奔騰，標籤高基，13號勇冠群英，標籤小心。機械人要提防嘅馬匹係第一場12號知道穩勝，電腦級別中等，機械指數80。第二場11號金德義，級別有利，指數81。第三場3號彩虹七色，級別強勢，指數80。
優勢指數 Y2set， 標籤值博。第4場5號川河營區級別有利，指數89，標籤值博。第5場8號和道威級別強勢，指數76，優勢 X。第6場9號雙贏級別有利，指數85，優勢2set，標籤值博。第7場8號環球英雄級別劣勢，指數84，優勢2set。第8場9號得心之遇級別中等，指數86，標籤古惑。第9場4號包裝名區級別中等，指數85，標籤值博。第10場10號自跑得級別有利，指數87，優勢 Y。第11場3號穿甲戰鷹級別中等，指數89，標籤值博。以下呢個圖表係今日所有主力馬匹嘅參考資料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